臣不才，不能秉承先王的教导，来顺从您的心意，恐怕触犯死罪，来伤害先王之人的明察，又损害您的正义，所以逃奔到赵国。自己背着不肖的罪名，所以不敢做解释。现在大王派使人来述说自己的罪行，我怕您不能体察先王之所以养恤亲爱臣的道理，又不明白臣怎样为先王办事的用心，所以敢于用书信来对答。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用俸禄偏爱他的亲人，而是给予才能相当的人。所以考察才能来给予官位的是成功的君主，评论操行来结交的是建立名誉的士子。臣拿所学的来观察先王的举动处置，有高出世俗的想法，所以借着为昭王的使节，亲自到燕国来考察。先王过分推举，把我从宾客中选拔出来，位置提升到群臣之上，不跟父辈同辈商量，却命我作为次卿。我自以为接受命令，秉承教导，可以侥幸无罪了，所以接受命令不辞让。先王命令我说，我对齐国久已有深仇大恨，不考虑燕国的弱小，而打算对齐国报复。臣答道，其秉承霸国的一些教导，留有屡次战胜的遗迹，熟悉兵事，熟悉战争。大王倘要攻击他，那一定要发动天下来算计他，那就没有快于连结赵国了。况且准北和宋国地方，楚国和魏国都愿意得到的。赵国倘使赞同，约楚国和魏国尽力帮助，和四国力量来攻打他，齐国可以彻底打败的。先王说好，臣才接受命令，准备了使人的符节，使臣向南出使到赵国。很快回来复命，起兵跟着去攻打齐国。靠着合乎天道和先王的英明，齐国黄河北面的土地，随着先王进兵到济水上都占有了。在济水上的军队接受命令攻击齐军，大破齐军。拿着精锐武器的轻装大军，长驱直达齐国都城。齐王逃奔到莒，幸免一死。珠玉财宝、车子、盔甲、宝器，全都被缴获运回燕国。大吕中陈列在元婴殿，燕国的就顶运回到立士殿，齐国的宝器陈设在宁台。燕国祭丘树立的旗帜插在齐国汶水上的竹田里。自从五霸以来，功业没有及到先王的。先王认为满足了他的志愿，认为臣不废他的命令，所以分地来封臣，使臣得跟小国诸侯相比。臣不才，自认为接受命令，秉承教导，可以侥幸地无罪了，所以接受封爵的命令，没有推辞。臣听说贤明的君主，功业建立了不会废掉，所以记载在春秋里，有先知的世子，声名确立了不会毁坏，所以被后世所称赞。系先王的抱怨血耻，平定万城强国，收缴齐国800年的积蓄，到了抛弃群臣的日子，留下昭告后嗣的遗嘱。执政任事的臣子秉承遗教，所以能够安抚庶孽，推及百姓图利，都可以传教到后代。臣听说善于创作的不一定善于完成，善于开始的不一定善于终结。从前伍子胥的话得到阖闾的听信，所以吴王的足迹远到楚国的郢都，夫差听不进子胥的话，赐给他革囊，让他的尸体在江里漂浮。吴王夫差不觉悟先见的可以立功，所以把子胥沉在江里而不后悔。子胥不先见君主的气度不同，所以被投入江内仍不改变他的怨愤。使自身免于祸患，保全功名，来表扬先王的行事的，这是臣的上策。遭受毁辱的错误处置，毁坏先王的声名的，这是臣子所非常担心的。面临不测之罪，以侥幸不死为例的，是按诏议来行事的人不敢做的。臣听说古代的君子，绝交时也不发生恶毒的声音，忠臣的出走，不想勉强保全他的好名声。臣虽不才，已多次受到君子的教导了。怕您轻信旁边人的话，不考察疏远的臣的行为，所以敢于用书信来回报，指望您的留意。州政府注释：
一臣乐毅自称，不佞不才，自谦无能之词。乐毅，战国赵灵寿，今属河北人。为魏昭王出使燕国，燕昭王以客礼相待，遂留燕。昭王用为雅卿。使一曰赵惠文王，别使连楚魏。赵惠文王以襄国印绶乐毅，义律赵、楚、韩、魏、燕五国兵攻齐，破齐军于冀西。力独率燕军攻占其70余城，围举即墨未下。以攻封昌国君。燕惠王继位，其行反间计，惠王使其节代邑。必拒诸，出奔赵。齐国兴兵，大破燕军，尽复失地。必在赵，赵封于关津，好望诸军。燕惠王乃至书谢乐毅，义复通燕，往来燕赵间，死在赵国。二先王指昭王，抵触犯辅职之罪，死罪，直通治，腰斩实用的砧板。三述说。四侍御者，有左右戒指惠王。序养性亲爱。五不白不明白。六举措举动措施。七嫁节于魏王，借用魏昭王的使臣节到燕国。八雅卿赐卿。九霸国之于教，春秋时期桓公建立霸业，到战国时还保存霸业的教导。奏胜之仪式，屡次战胜的事迹。奏屡次。十贤通贤熟习。11进快速。12准北宋地，楚欲得淮北，魏欲得宋，皆为其所占领。宋的辖的在河南东部及山东、江苏、安徽3省间。13宋字遗眼。14故反命，刚回来复命，言神速。反同反。15冀上，冀水之上，指山东北部地。16国，齐国都临淄，在今山东。17齐王，齐闵王，莒在今山东。18大吕，齐中明，元婴、厉氏皆燕公民，在宁台下。宁台在今河北宛平县。固鼎，其所得燕鼎。19季秋，在今河北宛平县。直树豆的旗帜。问黄，齐国问水上的竹田。20武伯，春秋五霸，指齐桓公、晋文公、宋襄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。21盾，游坠，列地而封之，封乐毅为昌国君。昌国在今山东淄川县。22春秋，记载春秋时代鲁国历史的编年体著作。23夷平定。万城，能出1万辆兵车，指大国。800岁，从江上开始建立齐国，到齐闵王，约历时800年。24树聂，非嫡妻所生之子。树聂容易作乱，应使之顺从。施及蒙利，教令推行到百姓和土利。蒙通忙，百姓。25伍子胥，名媛，春秋楚人。复奢兄上，皆以无罪被楚平王所杀。子胥奔吴，左吴王阖闾攻入楚郢都，在今湖北江陵县。阖闾子吴王夫差拜月，月请和，子胥见不听。夫差迫子胥自杀，把尸体盛在蚩夷里，投入江中。蚩夷革囊。26不改，史记伍子胥传，作不化，所引言子胥怨恨，故虽投江而神不化，犹为波涛之臣也。27离通离遭遇。28交绝不出恶声，只不说以长而谈比短。不结其名，只不毁其君而自结。逍遥游。战国庄周。作者小传，庄子名周，约前369前286。战国中期宋国蒙，今河南商丘东北人，是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，说他做过戚元吏，曾拒绝楚威王的宰相之聘，留学于齐，为诸国，终生不仕。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的思想，强调无为，一切任其自然，
鼓吹复古，回到愚昧无知的与禽兽共处的原始时代，因此不免陷入不可知论，思想则悲观厌世。但他对客观世界矛盾变化的认识，含有某些辩证法的因素，对当时统治阶级和社会黑暗的揭露，对礼法明教的毁弃，都说明他的思想和理论也有其积极的一面。在先秦诸子的散文中，庄子的作品想象其伟，言辞归奇，设喻贴切，句式灵活，犀理鞭辟入里，独具一格。所以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给予很高的评价，说庄子著书10余万言，大抵寓言、人物、土地皆空无事实，而其文汪洋辟合，仪态万方，晚周诸子之作，莫之能先也。据《汉书艺文志》遮录，庄子52篇，今存32篇，分内篇7、外篇15、杂篇11。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自者，其余的出自门人之手。题解《逍遥游》为庄子的首篇，是庄子的代表作。他旨在说明世上万物纷纭，虽有小大之变，但有所待者，都要依赖客观条件。鹏是大鸟，只有凭借9万里风才能起飞；条羽鹰鸟是小虫小鸟，故能在蓬蒿间自由飞翔。真正的逍遥者，追求的是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绝对自由，是成天地之正，御六气之变，以游无穷者，应当达到无以、无功、无名的境地。这正是庄子哲学思想的体现。本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，它以神话传说熔铸成篇，构思宏伟，气势磅礴，笔墨自似，洋洋洒洒，寓真于淡，寓实于玄，流西载，意盖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，比喻的运用繁复灵活，令人应接不暇，回味无穷。原文：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。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。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其邪者5，志怪者也6。邪之言曰：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极3000里，抟扶摇而上者9万里。7，去以6月习者也。8，野马也。9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习相吹也。10，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其邪？其势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且夫水之积也不厚。11，则其覆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凹塘之上。12，则介为之舟。13，置杯焉则交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覆大翼也无力。故9万里，则风思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。14，背负青天而没之夭焉者。15，而后乃今疆图南。条羽鹰究笑之曰。16，我崛起而飞。17，枪于方。18，实则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矣。昔已知9万里而难为。19，是莽苍者。20，三餐而返。21，复有果然。22，是百里者，速冲凉。23，是千里者，3月巨凉。之二重又何之？小之不及大之。24，小年不及大年。25，昔已知其然也。朝君不知晦朔。26，惠姑不知春秋。17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陵者。28，以500岁为春，500岁为秋。上古有大春者，以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，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9特文。29，众之匹之。30，不亦悲乎？汤之问疾也是矣。31，汤问疾曰：上下四方有疾乎？疾曰：无疾之外，复无疾也。32，穷法之北。33，有名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。背若泰山，一笔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仰角而上者9万里，
34绝云气。35复青天，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。是晏笑之曰：36上句点彼且西是也。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。37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非之至也。而彼且西是也，此小大之变也。38故夫之效益观。39行比异乡。40得合一君。41而争一国者。42其自是也，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43且举事而喻之而不加劝，举事而非之而不加举。44定乎内外之分。45辩乎融入之境。46斯已矣。彼其余事，未数数然也。47虽然，犹有未数也。夫列子御风而行。48陵然善也。49巡游5日而后返。50比于至福者。51未数数然也。子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若夫成天地之正。52而欲六气之变。53以犹无穷者。54彼且恶乎待哉？故曰：智人无以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尧让天下于许由。55曰：日月出矣，而绝火不息。56其余光也，不亦难乎？时雨降矣，而犹尽贯，其余则也，不亦劳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。57而我犹失之。58不自是缺然。59请治天下。60许由曰：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犹待子，吾将为民乎？民者，时之宾也。61吾将为宾乎？交辽朝于深林。62不过一之，言属隐和。63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。64与无所用天下为。袍人虽不至袍。65师助不越尊祖而待之矣。66双引号。兼无问于连熟曰。67无闻言于皆于。68大而无当，往而不返，无经不其言，犹何憾而无己也。69大有敬庭，不近人情焉。连熟曰：其言为何哉？曰：渺孤射之山。70有神人居焉，肌肤若冰雪，闹曰若处子。71不食五谷，西风引路，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，其神宁。72使物不自立而年古熟。73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74连熟曰：然，古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。75龙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，岂为形骸有龙芒哉？夫之亦有之。76是其言也，由使女也。77知人也，知德也，将磅礴万物以为一，是其乎乱。78孰必焉以天下为事。79知人也，物莫之伤，大尽积天而不逆。80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热。是其陈构比康将由陶铸窑，顺者也。81孰肯以物为事？宋人资张府而视朱越。82越人断法纹身。83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渺孤射之山。84汾水之阳。85杳然丧其天下焉。86双引号。惠子谓庄子曰。87魏王以我大户之种。88果树之成而食五十。89彼盛水江，其间不能自举也。剖之以为瓢，则户落无所容。90非不然大也。91吾为其无用而剖之。92庄子曰：夫子固着于用大矣。宋人有善为不归守之要者。93世事以平辟旷为事。94客闻之，请买其方100斤。95具足而谋曰：上句点我世事为平辟旷，不过数斤，今一朝而欲计100斤。96请与之。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江，东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归守义也，或以封，
或不免于平僻旷，则所用之意也。君子有50之户，何不虑以为大尊而服于江湖？97而忧其户落无所容，则夫子有朋之心也夫。98双引号。惠子谓庄子曰：吾有大树，人谓之书。99其大本臃肿而不忠绳墨100，其小之卷曲而不忠规矩101。立之徒102，降者不顾。君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庄子曰：子独不见离生乎103。卑身而伏，以后敖者104，东西跳梁105，不辟高下106，重于击辟107，死于亡谷108。君夫牛109，其大若垂天之云，此能为大矣，而不能直属。君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吾？何有之相依110？广漠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111，逍遥乎寝卧其下，不邀金斧112，物无害者。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双引号。选自王先谦《庄子集解本》。北海有一条鱼，它的名字叫做鲲。鲲的巨大，不知道它有几千里。鲲变成鸟，它的名字叫做鹏。鹏的背，不知道它有几千里。鹏鼓翅奋飞，它的翅膀像天边的云。这只鸟啊，在大海翻腾的时候就飞往南海，南海就是天池。其邪，这本书是记载怪异事物的。这本书上说，当鹏飞往南海时，水浪急起达3000里，借着旋风盘旋直上9万里。它是乘着6月的大风飞去的。野马般奔腾的雾气，飞扬的灰尘，以及生物都是被风所吹而飘动的。天色苍茫，难道是它真正的颜色吗？还是因为太远太高，看不到它的边际呢？鹏往下看，也是这样罢了。再说，水蓄积得不深厚，那么它就没有力量负载起大船。把一杯水倒在塘上的低洼之处，一根小草就可以成为船。如果把一个杯子放上去，就会被粘住，这是因为水浅而船大了。风力积蓄的不大，就没有力量承载巨大的翅膀。所以鹏高飞9万里，那风就在它的下面，然后它才可以乘风而行。鹏背负着青天而无所拦阻，然后才开始向南飞行。蝉和小斑鸠讥笑鹏说：我们奋力而飞，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止，有时飞不上去，落在地上就是了。何必要飞9万里到向南海去呢？到近郊去的人，只带当天吃的3餐粮食就可当天回来，肚子还是饱饱的。到100里外的人，就要准备1宿的粮食。到1000里外的人，要聚积3个月的粮食。蝉和小斑鸠这2只小虫又知道什么呢？小智比不上大智，短命比不上长寿。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？朝生暮死的小虫不知道黑夜与黎明。春生夏死，夏生秋死的寒蝉，不知道1年的时光，这就是短命。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叫做灵龟，它把500年当做一个春季，500年当做一个秋季。上古时代有一种树叫做大椿，它把8000年当做一个春季，8000年当做一个秋季，这就是长寿。可是活了700来岁的彭祖如今还因长寿而特别闻名，众人都想与他相比，岂不可悲？商汤问疾，谈的也是这件事。汤问疾说：上下4方有极限吗？疾说：无极之外，又是无极。在草木不生的极远的北方，有个大海，就是天池。里面有条鱼，它的身子有几千里宽，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，它的名字叫做鲲。有一只鸟，它的名字叫做鹏。鹏的背像泰山，翅膀像天边的云，借着旋风盘旋而上9万里，超越云层，背负青天，然后向南飞翔，将要飞到南海去。小泽里的麻雀讥笑鹏说：上句点它要飞到哪里去呢？我一跳就飞起来，不过数丈高就落下来，在蓬蒿丛中盘旋，这也是极好的飞行了。而它还要飞到哪里去呢？
这是大和小的分别。所以，那些才智能胜任一官的职守，行为能够庇护一乡百姓的，德行能投合一个君王的心意的，能力能够取得全国信任的，他们看待自己，也像上面说的那只小鸟一样。而宋荣子对这种人加以嘲笑。宋荣子这个人，世上所有的人都称赞他，他并不因此就特别愤勉；世上所有的人都诽谤他，他也并不因此就感到沮丧。他认定了对自己和对外物的分寸，分辨清楚融入的界限，就觉得不过如此罢了。他对待人世间的一切都没有积极去追求。即使如此，他还是有未达到的境界。列子乘风而行，飘然自得，驾轻就熟。15天以后返回，他对于求福的事没有积极去追求。这样虽然免了不行，还是有所凭借的。倘若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，驾驭着六气的变化，遨游于无穷的境地，他还要凭借什么呢？所以说，修养最高的人能任顺自然，忘掉自己；修养达到神话不测境界的人无异于求功，有道德学问的圣人无异于求名。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，说太阳月亮出来了，而小火把还不熄灭，它的亮度要和日月相比，不是太难了吗？即使雨降下了，还要灌溉田地，对于滋润禾苗，不是徒劳吗？你如果成了君王，天下一定大治，而我还徒居其位，我自己感到惭愧极了，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。许由说，你治理天下，天下已经治理好了，而我再接替你，我岂不是为民而来吗？名是依附于实的客体，我难道要做有名无实的客体吗？鹪鹩在深林中筑巢，只要一根树枝；鼹鼠饮河水，只要肚子喝饱。请你回去吧，天下对于我有什么用？厨子虽然不下厨，主祭的人却不应该超越许可权而代行厨子的职事。双引号。监吾问连叔说，我听说过婕妤讲的一段话，言辞夸大而不切实际，漫无边际而无法验证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又惊奇又害怕，就像天上的银河看不见边际，相去极远，不近人情。连叔说，他讲了些什么呢？监吾说，他说，在遥远的地方有一座渺孤舍山，上面居住着一位神仙，皮肤像冰雪那样洁白，体态姑娘那样柔美，不吃五谷，只是吸清风，喝露水，乘着云气，驾着飞龙，遨游于四海之外。他的精神凝聚，使万物不生恶疾而年年五谷丰收。我认为这是狂言而不可信。连叔说，是这样，盲人无法让他欣赏有文采的东西，聋子无法让他欣赏钟鼓之乐声。岂只是形体上有瞎眼和耳聋的，在智慧上也有人是瞎子聋子。这些话就像是针对你的。这位神人，他的品德广施于宇宙万物可为一体，世人争功求名，纷乱不已，他哪里肯辛辛苦苦以治理天下为己任？这位神人，什么东西都伤害不了他，滔天洪水淹不着他，大旱时金石融化，烧焦土山而热不了他。用神人身上的尘垢糟粕就能将儒家尊崇的尧舜陶铸出来，他哪肯纷纷扰扰以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事业？有个宋国人采购了一批帽子到越国去卖，越人的风俗是剪断长发，身刺花纹，帽子对他们毫无用处。尧治理天下百姓，使海内政治清平。如果他到遥远的孤舍山，汾水的北面，见到四位得道的人，他一定会神情怅然而忘掉自己所拥有的天下。双引号。惠子对庄子说，魏王送给我大葫芦的种子，我种下后结出的葫芦大，得可以容纳50，用它来盛水，它却因质地太脆无法提举。切开它当瓢，又大而平浅，无法容纳东西。这不是嫌它不大，因为它无用，我把它砸了。庄子说，你真不善于使用大的物件。宋国有个人善于制作防止手冻裂的药，他家世代代都以在漂洗丝絮为职业。
有个客人听说了，请求用100金来买他的药方。这个宋国人召集全家商量说，上句点我家世世代代靠这种药从事漂洗思绪，1年所得不过数金，现在一旦卖掉这个药方，马上可得100金，请大家答应我卖掉它。这个客人买到药方，就去游说吴王。那时正逢越国有难，吴王就命他为将，在东边跟越国人展开水战。吴人用了不归手之药，大败越人，吴王就割地封侯来奖赏他。同样是一铁防止手冻裂的药方，有人靠它得到封赏，有人却只会用于漂洗思绪，这是因为使用方法不同啊。现在你有可容50东西的大葫芦，为什么不把它系在身上作为腰舟而浮游于江湖呢？却担忧它大而无处可容纳，可见你的心地过于浅陋狭隘了。双引号。惠子对庄子说，我有一棵大树，人家把它叫做臭椿，它那树干上有许多赘瘤，不合绳墨，它那枝杈弯弯曲曲，不合规矩。它长在路边，木匠都不看它一眼。现在你说的那段话，大而没有用，大家都不相信。庄子说，你难道没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？屈身伏在那里，等待捕捉来来往往的小动物。它捉小动物时，东跳西跃，不避高下，但是一踏中捕兽的机关陷阱，就死在网中。再看那牦牛，它大如天边的云，这可以说够大的了，但是却不能捕鼠。现在你有一棵大树，担忧它没有用处，为什么不把它种在虚无之乡，广阔无边的原野，随意地徘徊在它的旁边，逍遥自在地躺在它的下面，这样大树就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，也没有什么东西会伤害它。它没有什么用处，又哪里会有什么困苦呢？双引号。冯海荣。注释：一、北冥，北海。冥，一作冥，海水深黑为冥。二、怒，振奋。这里指鼓动翅膀。三、垂天，犹言天边。垂同垂，边际。四、海运，海波翻腾。就说海动时必有大风，这里意为鹏乘此风而喜于南海。五、奇邪，书名，内容多记怪异事物。六、志，同，志，记载。七、团，安团，环绕。一作泊，拍，俯。扶摇，风鸣，急飙，一种从地面盘旋而上升的暴风。八、六月袭，即6月海动时的大风。袭，气息，指风。九、野马，指春天野外林泽中的雾气。春天阳气发动，远望林莽沼泽之中，水汽蒸腾，有如奔马，故曰野马。十、相吹，向上升动。11、且夫，表示递进的连词。12、凹，凹，堂上低洼之处。13、介，小草。14、培风，乘风。培，通，平。15、妖焉，一恶，受阻拦。16、条，地条，蝉。鹰，客学，鸠，小鸟鸣。17、绝，同绝，迅疾冒。18、羌，途过，穿越。方，法方。